阅读测验的第二种题型是填空选择。这种题型要先大致了解文章的大意，再针对空格前后句子的语义、关键词等线索选出正确答案。有时候，如果选项比较难判断时，可以将选项直接带入句子，念一念，就能辨识出前后语义是否连贯。练习如下：这段文章中有3个空格，每个空格都有4个选项。现在我们利用刚刚的解题步骤，一起试试如何选出正确答案。第一步是先了解文章大意，我帮大家读。奇怪，这路邊冇人讀報告，咁用為做一草劍路呢？俺用辦同用辦唔解。阿爸就落我講，阿賢，該唔係劍路啦，該係見視聽。見視聽冇錯，見視聽就係用來掃乜嘅用嘅。因為俺卡講人持久就從事文法，強講互讀。為咗感恩股神先天嘅智慧產生，表達對文史素材嘅敬重。當然，正月初9還會辦詩之祭，原來係咁樣啊！莫怪咪弄係台灣嘅朴實志向。俺用辦愛見識學問，希望是為讀書唔識咯。我們看完文章，了解文章的大意是，作者在路邊看到金爐，但旁邊又沒有土地公等神明要祭拜。經過作者父親解釋後，才明白原來這是敬字亭。客家人重視文風，為感恩古聖先賢的智慧傳承，每年正月初9還會辦字紙的祭典，來表達對文字書本的敬重。